讓我哋為後洗嘅兄弟姊妹祈禱。天主既召喚並守護佢哋嚟到這復活嘅時刻，我哋懇求天主降施仁慈，賜俾佢哋光明同力量，使佢哋勇往直前，追隨基督，並能公開宣揚教會嘅信仰。我哋亦求聖神降臨於洗禮嘅水上，因賜後洗者藉水同埋聖神而重生。現在讓我哋皆同整個教會全體聖人為後洗者祈禱。請大家翻開《禮賢書》第68頁。